台湾去年欠水情形严重，好佳在经过去年6月几场大雨，台湾目前的水情已经恢复稳定。为了更加有效利用水资源，市府水利局持续办理水资源回收政策，并持续提供放流水，落实一滴水至少用2届的观念，提供市府相关单位以及有需求的民众使用放流水。去年的台南经历了一个56年来的最大旱灾，哈。那所幸在6月多开始有好雨，才解决了大家这个旱灾的一个问题。那今年度虽然雨情有比较稍缓，但是在整体的一个使用上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来提早来做节水的动作。那所以市长在过年前就已经指示说，这部分可能要请大家多多使用我们的回收水。目前在咱市总共有6个储水点，分别是宁德水资源回收中心、好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、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、官田水资源回收中心、柳营水资源回收中心以及安南水资源回收中心。那我们整个回收水在全台南市，有6座污水厂可以做回收水的一个使用。那总共有16800吨的一个回收水的量可以使用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这个自来水的一个使用，让多一点水给其他的一个用户来做使用。市府水利局表示，台南市这6座水资源回收中心每天持续供应16800公吨的放流水，予有需求单位取用。嘛，真欢迎民众以及业者就近领取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